另外来关心这台南即摆灾情嘛是同款真严重，今仔日也是有12个行政区是停班停课。也来沿海呢，到打是有4万外户这电是要不来，其中有一个65栋历史的这个后壁青寮姓氏里家的天主堂，原本内底这整修的工课是咧要做煞，结果这风太一个扫入来，这天主堂的厝顶煞搁互吹下去，即马规座建筑是严重受损。 茶板阿鲁米拼甲规世界，这拢是互台南市强阵风扫落来。伫台南后壁有65栋历史的青寮姓氏名家天主堂，嘛算断去。这是由德国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波姆设计，本正内部修缮工程已经要收尾。这回风势实在透介惊人，甲主建筑的厝顶拢渗落来。我一看照片，我真的心情有一点不好，就是。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，反正要积极的面对吧。有专业人会说，这个是特别这个金字塔非常坚固的，因为是德国人来设计的。不知道这个 structure 这个还在。可是在外面的都完全的。青寮天主堂是波姆头件海外建筑作品，金字塔形的外观，点乡村残痕是在地热门的观光景点。目前因先赶紧进行教堂内外的防护工课，无惊继续落雨内边的积水。另外，台南有4万外户停电，打第5天，在地人有的是困车的过日，有的因为电火条甲树仔倒去，厝的出入口拢冻咧。车十台南阁上大雨，为邻家是厝顶海去，因希望通有爆棚的资源入来。若要煮一个饭，点电火啊，点迄个手电筒，连续车顶困4暝啊，要安怎搁动？ 系啊，真正嘛是希望讲电款会当较早来买。伊若爱生一条路，互阮过嘛，哦对无？哎呀，啊，咱若无来处理，啊，咱袂过，啊，阮山边边啊，啊，阮的大门都在伫头前。拜托大家圣心大德来提供帆布给各区公所。 这阵停电拢伫溪北地区顶13个沿海地区，根据统计，全市有超过600基电火调断去。目前内底嘛已经派家人台北桃园顶上千个人工来遮斗抢救，市府嘛讲会尽全力恢复家园。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。